大家好，我係阿偉。早前食過海南雞飯，覺得好好食。今次去正宗新加坡嘅餐廳食海南雞飯，睇下有啲咩唔同。加亞嘅海南雞味道唔差，係我認為必須有嘅味道。雞肉做到都算嫩滑，可惜嘅係爭咁啲鮮嫩多汁。問題係源於大家去製作呢個海南雞嘅方法唔同。對我嚟講，加亞嘅海南雞係正常發揮。我覺得要讚嘅佢個油飯，油潤得嚟唔膩，食落爽口，香氣四溢，同之前食嗰間嘅飯有啲唔同，兩者我會鍾意加亞嘅飯。另外佢個湯都好清甜，不過亦都係比之前飲過嘅椰子雞湯比下去，所以真係冇比較冇傷害。最後嘅豬頸肉，入口爽脆，香鹹味道剛好，完全突顯出燒烤出嚟嘅味覺。味道係非常出色，喜歡呢個 post 請 like 同 share 支持一下。